来罢免很拔辣的立委好不好？宪法法庭无法运作。蓝委书法又放宽中配家人来看疫情，传出消防署已预送人不一定等得到。国外部门都是自己出来进行资助补给。26号在无预先海周边实施如何正配禁区。台中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涌，有时冷，有时冰，亲爱朋友你着小心。台中的环境，七只嘛会出头天，无怨天无尤人，投票错误害理性。一杯酒。两只零，三不五时嘛来闹钟。若要讲我倒情，我是台湾第一等，是乌道是不幸，是我拼命来杀钱，不惊风不惊影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短短的光阴，人事着爱趁一时。风铃滴无了时，把面换来好人生。2024的金鸟少女结伴走到我的眼前，对我说：“走上街头是为了捍卫下一代幸福的权利。怎么爱的是民主自由，不是你的。”不久之后，立法院的大门在你身后轰然关闭，将你隔离。你终于发现，你的统治爱的只是权利，不是人民。一杯酒，两只零，三不五时嘛来闹钟。若要讲我倒情，我是台湾第一等，是乌道是不幸，是我拼拼来杀钱，不惊风不惊影，有情有义的好兄弟。短短的光阴，人事着爱趁一时。风铃滴无了时，把面换来好人生。风铃滴无了时，把面换来好人生。